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，我们知道中国1000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，我们的文明进步比各国是领先的。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变成这个地步呢？这个是我们这个国民最小了了。我们是中国人，应该要赶快想想法子，怎么样来挽救？大家要行动。让那些没为上